的环境，我们若只靠自己，我们用我们的骄傲来站在这一块土地，实在是不配。因为我们要更谦卑的到主你的面前来寻求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为我们保护。特别在缺雨水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更看见神，你是奇妙的神，你才是那创造的神。我们人真是微小，我们得不到的，我们强求，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不足的，我们求主在我们祷告当中帮助我们更深的认知到自己的罪。主再次的将缺雨水这样的事情，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求你全然的保守眷顾我们，早日能够恢复有水的这样子的生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是奉你的名来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来为着我们3位牧者，还有为我们的教会的团队长职、牧区区长、小组长，还有为我们主日学青少年牧区事工，还有为我们复活节才受洗的兄姐来祷告。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形成一个帮助。好，请大家开口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谢谢主，谢谢主，主谢谢你。求你纪念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每一个人祷告要成为一个坚固的磐石，在这当中，主赐福我们的3位牧者，使他们灵里得刚强，使他们有健壮的身体来服侍你。主，那属灵的恩膏也来赏赐给他们。主啊，也帮助我们各团队，我们的首长、我们的牧区区长、小组长同得神的眷顾。主啊，也为着我们的主日学青少年的事工能够更蓬勃，让我们的青少年愿意来为主发光，成为教会未来的基石。我们献上祷告。主，我们特别也为着复活节才受洗的兄姐，我们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求主将这样一生跟随的信仰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脚步不偏离，跟随主的脚步走天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是奉你的名来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2堂的服事来祷告，我们为着有合一谦卑的服事在我们当中，不管是他站在哪个位置，我们都为他祷告，可能是交通，可能是午膳，求主帮助我们的服事都是讨神喜悦。我们不是服侍人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讨神喜悦的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将合一的服事在我们2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当中，主，你将各样的恩赐连结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服侍你的心，让他们的服事是有果效的，他们的服事在当中，让这今天一整天的礼拜都得到神你的喜爱。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今日的崇拜祷告，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夏牧师今天2堂的信息求神圣灵来引导他，让他赏赐我们牧者有一个属灵的口才恩膏，同时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学习，让我们不是只坐着听道，是要去行道。我们一起来为着牧者，还有为着我们弟兄姊妹，为着我们自己来献上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牧师献上感谢，谢谢你差遣他成为我们的牧者。主啊，求你在当中帮助他，使他口里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祝福。他今天所有的讯息在当中，让我们有一个领受的耳，有一个开的心，愿意来领受新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多的被开启。愿神赐福，愿神赐福。谢谢主，谢谢主。最后，我们要来用为富强教会的宣告祷告文来献上祷告。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
主耶稣的宝血要遮盖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在富强教会及所有会友、亲人、产业，在各个环境中差派天使四围环绕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免于灾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圣灵时时引导富强教会成为合一、彼此相爱的教会，谦卑领受主的教导，同心祷告，堵住破口，不容许撒旦对我们的教会与会友有任何攻击与破坏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属天的喜乐、平安、健康赏赐给凡属富强教会的弟兄姊妹，引导我们热爱敬拜，渴慕真理，热心服侍，为主传福音，成做你喜悦荣耀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到他的宝座前，因你心事，因你罪的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到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是的，主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也喜欢我们热情敬拜的神。我们大声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助，直到如今能行神迹，敬拜神灵，充满全力，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他的眼目必看顾我们，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宝珠，心中可有满意，你的意要赐福这里，遵行你的旨意，全面会转向你，我们的你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宝珠，心中可有满意，你的意要赐福这里，遵行你的旨
感谢主，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他，因为全品荣耀都是归他的。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你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你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权。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给你，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权。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你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权。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权。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是的，主耶稣，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因为你在这里设立宝座，你的恩典也同样降临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是一群有福的百姓，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领受从天上所赐下美好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愿这里一切的诗歌敬拜，我们的祷告祈求，主你话语的分享，都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恩膏赐福在每一位渴慕敬拜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互祥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教会，也愿我们每位参与在其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走在神的恩典道路上，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
来行、来见证、来分享。感谢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礼拜从头到尾，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哈，我们今天要用新的诫命，一起来齐诵新的诫命，来领受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感谢主，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以弗所书2章18到22节。借着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陌生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跟犹太人一样，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依靠他，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逐渐扩大，成为圣殿，献给主。依靠他，你们也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希伯来书10章24节到25节，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献诗，今天志强小组要来带我们一起赞美神。献的诗歌是《只要有你在我左右》。献诗后，请夏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疫后教会福音使命”。我要看见你心。
们谢谢自强小组他们的这个号召力很大。这个今天的团队比圣歌队还多再拍手一次好不好？鼓励一下。用现代的圣乐来赞美主，感觉非常的活泼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有份于诗歌的服事这个是非常恩典的服事。我们要一起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主日，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份于富强教会的一份子，一起敬拜，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服事。确信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指点我们，启示我们，激励我们，也医治了我们。主，愿今天的聚会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美好的属灵的粮食。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能够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就很了解牧师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一，我们政府的疾管局正式宣告说，我们连搭高铁、搭公共运输工具都可以不用戴口罩不过要这边打听一下愿意摘下口罩的还是比较多，还是不摘口罩的？不摘口罩的还是很多，比较多。牧师刚好在礼拜二有机会到台北开总会那我就注意看整个高铁几乎大家都还是戴着口罩，感觉上好像口罩已经习惯，不戴就好像觉得缺了什么东西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卫生单位讲，其实我们现在不戴口罩也不用怕有什么任何的感染，反倒是你要注意其他的传染对不对？现在很多不同的病毒那问题是在于说，然后现在应该算是整个疫情宣告一个结束了。不过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国际，包括教会，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改变。那牧师要借着这个经文在一起跟我们学习说，在疫后的教会到底我们能够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怎么样去努力好，那当然改变的牧师只是带过，因为你们在新闻媒体很多地方都已经了解了。那有基督教论坛报他看了一篇报道，他说从政府宣告交通工具开始戴口罩到上个礼拜，一共有1111天。他那么认真统计，到底是这个天那么完整，刚好那终于在4月17号解除了。不过大概90%人还是认为说还不想脱口罩。不过很有趣的就是前不久牧师看的同样也是教会的报纸的文章，他有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倒是一个提醒了而且他是藉由一个医生所提出来的。他说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都存在着。我们戴口罩当然会避免感染，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是你身体的健康的免疫力，即使不戴口罩也不会感染，那这才是终究最永久的事。因为这位医师的基督徒他说，如果我们一直戴着口罩，那避免感染，但是一旦你的抵抗力弱了，感染到了，有时候体质不好的话会更严重这个等于就是我们说温室的花朵同样的意思啦。你如果能够经历风雨，那你就不怕任何。那这个倒是一个不同的思考，他是在考虑说，到底教会要不要鼓励他们一直戴口罩，还是说大家都放心的把口罩都摘下来这个倒是一个还在学习的阶段。那教会也是这个政策，就是说不勉强但是也不鼓励大家一定要脱口罩，大家用一种比较安心的方式来到教会聚会好，那
更不用说国际政治、社会、经济、产业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我们看到整个国际，无论是金融啦，无论是整个运输啦，整个的一个国际社会的变动，大到我们难以想象。加上气候的变迁，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挑战跟危机。那更不用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我们的通膨，我们的物价上涨，然后我们的很多店面经营不下来，因为没有客人，或是说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接待那么多的人。昨天我们刚好听了很多弟兄姐妹有去参加那个王国信弟兄那个波阿斯的分享他在分享说，他在1年多前上帝一个奇妙的带领，让他开了一间在台北101很高级的地区开了一间以色列口味就以色列风味的餐厅。因为要把犹太人他们的一个节期啦、习俗啦、他们的饮食的方式带到台湾来。没想到没多久政府就宣告说不禁止内用他也觉得遇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征战，因为投资下去了，那你怎么办？但他说很感谢主，因为他差异化，他的东西别家店里没有很多教会也很支持了所以到最后他这一家这个以色列风味的餐厅呢，经营得好好，现在还存活着这样子。那我想你接触的很多生活周遭，这个产业变化大一大，有人工作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我们的很多店很多我们喜欢的店突然间收掉了，更不用说很多国际的大型的公司也被这样收掉。但是另外一个那个国际的运输那个船运因为复苏以后这个船运的公司的股票涨了好多好多。反正这样的冲击在我们生活上已经非常的明显我们要谈的是说，那这样教会也遇到新的冲击。我们知道说，在这3年来，大家基督徒已经习惯线上的聚会，也因为这样，大家就那个参加教会聚会的那个模糊掉了，或者说没有固定在这间教会。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富强教会还是有线上聚会，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方便或是什么原因，他必须要线上这样子。我们的一些教会机构统计说，这3年来，光是台湾大概流失了，有的教会都几乎流失1/3的信徒，就说失联了不知道去哪里。但也有人因为这样的变动，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他可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对于一间实体的礼拜堂或是教会，他的认同跟委身的那个委身度就低了。有可能他也喜欢参加这一间，也喜欢那间，因为在网络上所有的线上聚会，你手机一开，电脑一开，几十间的教会让你选。我就前不久听到一位牧师说，在台北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出名有名的教会，或是他们的教会的影音什么做得很好他们可能平常在礼拜聚会才200-300个人，但是每一次聚会那个线上的人数都是1000多1000多。比如说很多人就会游走各地，但是也有可能是说我光一个礼拜我就搜寻了好几个礼拜，到底听哪一个的也听不出一个结论，或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那就是现代我们疫情过后一种很特殊的现象那一个整体的影响疫情过了，当然我们就是恢复正常嘛。但是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话题开始的。就是最近流传的一张教宗方济各，他不是穿像牧师这种圣袍，或是很神圣的圣袍，他竟然是穿了一件很 fashion 的羽绒外衣就引起了很大的话题了这张羽绒外衣好像让教宗看起来很像型男一样那非常非常的有造型好，那后来
人家才误会说，原来这张图是 AI 制作的 ，AI 把它画出来的。啊，这个是一个话题，因为是教宗嘛。啊，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网络上大概是数不尽了，看不完了。那这个给我们一个象征什么呢？第一个，连教宗他都可以被变造。再来，更不用说教宗他被 AI 制作成他在现场演讲宣告他的教育，你知道吗？教宗他讲的教育几乎他的权威几乎要等同圣经哎。他每一年都有一些教育发布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遵守。然后这个教宗他讲话的表情、口齿都比本人还厉害，那你要听哪一位的？那这样的冲击，我想在座第二堂礼拜的年轻人很多，你在 AI 这个方面的接触比牧师多太多了，你就会看见说，这个等于一个革命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就更可以看到说我们前不久在去年所发展出来的人工智慧 ChatGPT 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不陌生了那这个专业的人当然可以讲解一大篇，不过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机器人可以把你所需要的信息一下子就把你整理好，你不用秘书帮你打字，你不用口语讲，他帮你打，而且你想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因为他的资料库不知道为了好多庞大的资料在里面，所以他马上能够整理出你所要的讯息。我知道就在网络上很多人就问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他就很正经的回答你不过这个是一个象征，因为这个人工智慧发展越来越快，第几型一直进展，几乎我们都跟不上了跟不上。那这位最近爆红的 CEO 那我是要跟大家提到说，这样的变化其实对教会有很多新的冲击在里面，特别是 AI 人工智慧，它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像在吸收信仰真理大家都平等了，你不用透过牧师了，你在家里面要找哪一篇非常掷地有声的圣经讲解或是讲道，都是不会吹灰之力，一敲个键就有了。所以聆听真理信息教育非常的容易。我们就想到说整个2000年教会的进展其实有不同的阶段。你知道早期在耶稣的时代，没有自己个人没有拥有圣经一定是在会堂里面才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走到有一天到那个会堂里面吗就有人拿了以赛亚书让他宣读嘛，就是最近我们指南执事所在引用的叫做48路加福音4章18节他在那边宣读以赛亚书。好，那时候一般的民众当然可能因为知识程度也不够，那圣经的普遍不够。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那时候也还是没办法让每一个人看到圣经，就是由神父他会读拉丁文的圣经，所以等于来到教堂就有神父宣读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这位神父一定要忠于圣经啦，要谨守教导啦，不然的话他讲的天花乱坠，大家也不知道到底里面圣经是不是这么写。一直到宗教改革500多年前，马丁路德他提出宗教改革，但我们知道变成基督教跟天主教，但是其实他最重大的贡献是翻译德文圣经，就是把原来宗教阶层领袖才能看到的圣经翻译成一般人德国人自己的语文所看到的圣经。再加上我们知道古腾堡的印刷圣经这个印刷技术一普及的话，圣经就变成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了，
那就是一个我们说宗教改革或是信仰的那个教会的革命，就是在那边开始。那很长这几百年来，资讯就是由受过训练的牧师或是宗教人员来教导，因为你很少有机会从别的地方得到这样的资讯。当然，最近这100年来从基督教的报纸啦、基督教的一些书籍啦，你可以自己去追寻、去摸索。那现在 AI 人工智慧来了，所以任何一篇的道理，你都可以从 AI 人工机器里面去得到。所以牧师呢，有人说这样会不会牧师就失业了？因为牧师不需要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等于是大家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那教会观念可以改变，那牧师的职分，他的重点，服事的重点也要被改变。除了聆听真理跟教会很方便以外，就是年轻人他也慢慢失去参加传统教会这种模式的，因为他觉得他任何方式他都可以自己做。你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装电视了，装了什么大型的电视按照哪一点要播什么节目，这个已经都落实了落伍了我就手机我的平板一开，什么东西都有。好了，那这样的教会观产生改变，这个是时代的潮流，你要挡也挡不住。你说这个是洪水猛兽，那你再怎么喊，人家还是这样在进行。教会要怎么改变，就是要看见时代的变化。所以一个新的教会观产生了，特别是前不久，我们很多人牧师也提过，在美国的阿斯伯里大学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复兴的事件。他们的主题就叫做认罪跟悔改，就是说在新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认定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就看看一些新闻资料，都知道说这间学校是在美国的 Kentucky 这个州一个地方的一间大学，应该是比较属于基督教的大学啦。然后他们在2月8号开始做敬拜的时候，竟然那个圣灵的火就在这个教会这个礼拜点燃了。他们在那个礼堂，在那个礼堂里面一直持续的敬拜，完全不中断，持续了16天才结束。而且它的一个感染性，因为现在媒体很快嘛，转播啦、线上的，所以很多大学也跟进，扩展到20多所的大学。这个是20多里这个复兴运动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现场的照片。那换句话说，它提醒出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面对疫情后整个社会的变迁，整个 AI 或是说所谓的一个人工智慧的发展，我们怎么样再看见教会它的责任呢？好，那这个运动我们可以看见一点，就是说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这样提起我们说，教会包括牧者，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不再纯粹是以传递讲台的知识，或是真理知识，或是所谓的信仰圣经知识为唯一的点，因为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可以吸收得到，但是它唯一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我们要以肢体彼此相爱，学习做主门徒，成为我们这个教会聚会的一个重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资讯来丰富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那这些当然透过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引导，我们就可以得到。但是教会更重要的是去强调肢体的相爱，然后学习做主门徒，来服侍主，传福音。换句话说，因为这样的变化，教会的围墙，有形的围墙、无形的围墙被打掉了。这个宗派的品牌好像被拿走了，就退出江湖了。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已经发现这种现象了。比如说，我们是长老教会，我们只是名义上是长老教会这个组织，但是如果在信徒的交流上面、教会的互动上面，我们不会认定说你是哪一个教派，我才要跟你交往。现在都不是了。
在台上讲到了哪一位牧者，他不会先标榜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才要听。那前不久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生命小组教会在台南设立一个分会，那个分会哇，因为他们本来在台北就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们的礼拜堂完全没有礼拜堂的名字，或是十字架都没有，就是一间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聚会厅，年轻人的整个大面积的那个墙，那个影音的墙荧幕，然后他们的咖啡厅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现代化你走到里面，他说它是一个5星级的咖啡厅，他们的咖啡不输 Starbucks 这样子。他说目的是为什么？他是认为说，他们要让人家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在里面传达信仰、信息、福音，而不是用外表的框架把人挡在外面。换句话说，我是先希望你进来，你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你才会喜欢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平常传统的就是把教堂、把那个看棒、把那个标语弄得大大的，然后让人家看说这间就是基督教，那跟我无关，我就不来了。你看哪一种想法是对的？不知道。以前我们就要高举十字架对不对？但现在是说，我要让你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教会的宗派品牌已经退出了。因为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要重新思考说，那这样教会是不是消失掉了？因为网络什么都有了，不是，而是教会它的重要性更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去追求的。我们要重新来宣告教会的本质。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重复来读。我们可以看周报里面整体的全本的经文。我们需要看说，以弗所书保罗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第一个，保罗说，借着基督，人人可以在圣灵里面来到天父面前。换句话说，一个群体，它不是一个用什么样目标集合而来的，而是因为圣灵借着基督，人聚集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最优先的。而且他说人人的意思，我们如果看原来的经文，他的意思是保罗他一生的努力就是去外邦人的地区传福音。他所宣导的就是我们不用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说不用他成为他肉体的那个血缘的子孙，不用受割礼，你就同样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12使徒之一他曾经被排斥最近我们上了我们的孙牧师孙宝林牧师他在讲解使徒行传非常的棒大家有机会来上真的是得到很多。他特别强调保罗他为什么会到小亚细亚，他为什么会到马其顿去传福音，然后他所宣告的就是让每一位不同的血缘关系的外邦人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以我所说的教导，第二点是上帝的子民同胞是上帝的一家人，我们都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换句话说，教会我们名称是教会，但其实是上帝的家。我们在里面，你是一家人。你会因为 AI 来了，因为现代的整个3C 的技术产品，所以你不需要这个家庭了吗？不会吧？你会觉得家庭的关系更重要，对不对？因为其他部分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但是家庭的爱关怀，你必须要更多。所以保罗这样勉励我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基督是这个家的基石，以耶稣基督为基石，然后我们这一群同性的弟兄姐妹，就是一起把它扩大成为圣殿。所以圣殿不是外观的这个建筑物，而是你我大家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基石建立成教堂，然后我们是依靠它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聚集是有它神圣的意义，不是一群大家有同好，或是大家同样喜欢，像一个 club 一样，而是因为大家用着这样的前提，借着圣灵的动工，我们成为这个圣殿。那你我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只有你或是只有他，而是你跟我大家都同样被神所看重。所以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10章24到20节给我们这样的勉励哈。他说：“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是要我们做这3项：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且还怎么样呢？他说：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这段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学习啦。第一个，我们奉主名来聚集，就像24节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彼此关怀。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这个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是有个实体的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简单来讲，就像你的家庭一样，你不能因为有这类帮助，你家不需要了所以因为有实体的礼拜，有实体的聚会，才能让你达到这些事情。他说：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要彼此劝勉。这个聚会也不是形式上的，好像我很认真守聚会，那就是像这样。我们所要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呢？是一个有意义的聚会，是有得到成长的聚会，生命成长、蒙上帝称许的聚会。所以这个聚会不是形式上，比如说你受了某些人的邀请不来不行，不好意思，或是从众，大家都来了，你也不好意思不来。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它倒不是说你每个会都来了，那就像不停止聚会，而是不停止那一个能够让你得造就、得成长、得生命丰富的聚会。牧师就曾经看过有这样的基督徒，哇，那从礼拜1到礼拜天了，不知道4、5个聚会他都到，他来的目的好像觉得很孤单，好像要有人陪伴，要么就是听人家说八卦，要不然是讲一些批评的话，要不然就是觉得好玩。然后礼拜天他也来，但是他来聚会只是觉得一群人在这边，但是他只喜欢在讲道的时候他打瞌睡。然后他说我都有聚会来了。那这样的聚会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参加，他有参加不好，不是这样，而是说他把参加聚会成为一个习惯，但这个习惯并没有让他一直成长，或是他就没有服侍的一种心，他只是来享受，或是来接受人家的服务而已。但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要彼此不是被关怀而已，是彼此关怀。你要彼此激发爱心，而且要彼此鼓励大家做善事。那只要我们这样，还特别有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因为主的日子快到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聚会、受激励聚会、生命成长的聚会、被神所恩典的聚会。这个就是这2点，说基督徒要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第二个是主日快来了，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过了，我们没有任何阻挡，说我不行，我不能来教会，我的身体有什么状况没有。所以疫后的教会，我们教会更去提醒、去强调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好，那刚刚牧师说了，好像觉得牧师的讲道分享，你不一定每一样都得到，因为你可以从其他的手机啦、网络啦得到，但是并不能取代说牧师成为一个召集者，牧师成为一个激励者，牧师成为一个呼吁者，甚至成为教练，让大家在实体的聚会当中都成长。有人就说好像牧师可能到最后会失业，因为 AI 的讲道会比牧师好几倍这样子。不过我就盼到说有时候真的时代的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
印象最深刻的是，牧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公报，我们教会有公报社嘛，当时他们有印刷部门啊，我还看到有一群很熟练的技术工人，他怎么样呢？他在剪字，你知道吗？一个一个签字有没有？啊，都塞着整个字盘哦。啊，比如说今天牧师要印一篇文章，他就要一个字剪下来放在盒子里面，剪，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平面，然后才去刷上油墨把它印出来。现在很多人喜欢那种以前用签字所印出来的书，因为你摸一摸那个书有立体的感觉哈。啊，现在很多有人写诗啊，他故意去请那个剪字的人帮他印那个有那个好像觉得有生命有手工的那个部分。好了，那后来这个字盘都取消掉了，因为有人发明一种打字也是字盘哦，但是他用机器可以选字把它接起来，好，那个剪字的功能就没工作了。但是这个打字的，其实过没多久，电脑打字或是打字机打字又出来了。那些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那个打字的，大部分都是姐妹了哈，也失业了。我印象很深刻，刚好牧师认识，也是谢牧师的亲戚啊。我们当时我们的陈天登牧师他经营的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是请好几位姐妹来做这个选字，这个打字的工人，但是后来已经变成电脑了。那这位姐妹她就失业了，因为她没办法学习新的技术，那只好回家。其实我们台湾在产业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失业耶，因为传统的工业，比如说做模的啦、铸铁的工啦，那些都变成被机器取代了。很多人他学的功夫，当时是很好的生意、很好的工作，但是一旦被机器取代，他只要失业。那今天 AI 出来，我不知道有谁会他的工作变成要改变，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你了。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是说，那教会不能被取代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看到一段非常重要的教会的宣告，本质的宣告。他说，第一个，教会存在于地上，却有属天的特质。教会是在地上的，没错，在各地，在乡村，在都市，但是它有属天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人所组成的，却代表上帝的同在。你我大家都是平凡人呐，没有什么哪一个是多特别多高贵，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与众不同，是有圣灵的同在的。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建立了神的教会。第三个，看似平凡，却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换句话说，我们一群人聚集，好像看起来做的事情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其实我们承担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需要传福音的使命。那我们进一步来说，因为教会的存在，使人人得以认识上帝；因为教会的服事，使许多灵魂失丧者得到永恒的归属。所以教会存在，因为它的不取代性、不可被取代性就在这里。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有3个教会使命的宣言的重点。第一个，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第二，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第三个，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如果说你很了解、很掌握住这个教会的本质跟特色，那你就知道说，你非来教会聚会不可。尽管你可以在任何的场所、任何地方吸取可能很丰富的这个教会的资讯、信仰的资讯，但是你没有透过教会，你就达不到这样的属灵的成就，或是属灵的任务。特别是人跟人的聚集，弟兄姐妹彼此同心聚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努力行出教会的使命。第一个，信徒聚集回到圣徒相通，就是大家彼此的激励跟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邀请大家回到实体的聚会，就是这样子。当然，有些人可能有种种原因呢，我们也不能说，好像不来就是罪大恶极，不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身体状况有问题，或者他的抵抗力有问题，他的行动有问题，他的交通有问题，那不得不用第二种方式来取代。那更多的人可能是这样子哦，特别是年轻一辈的，他不习惯人多的地方，他可能人际关系非常的困难，他没有办法去跟陌生人讲话，或是有人关怀他，他觉得哇很不舒服，觉得你不要理我最好，我是像空气一样存在啊。这样的话，可能他就不习惯来教会。但是我们说，从另外一个地方讲，不透过这样，你成长的机会就丧失掉了。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日本啊，有很多人变成一种蜗居族啊，就是他都待在家里面，一整年都不出门的，因为他是靠这些媒体跟外界沟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健康的，所以我们反倒是要了解他的困难，而不是说一直责备他、骂他，怎么这样都不来，而是说到底他的困难在哪个地方，帮助他走出来，跟人群接触。因为他如果既然不敢来教会，或是不愿意来教会，他可能在他的职场上，在他的同侪里面，或是在学校也跟人家沟通不良。那这样对他以后要工作、要成长、他的事业是有困难的。就回到基本面，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社群的相处，那是最基本的。所以第二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牧师要失业的部分，那牧师变成说他的任务不再只是唯一的窗口，要供应所有的真理知识都用牧师来，而是因为引导大家一起来学习了哈，好像大家带一种方向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但是他的重点是在这里，不是当舞台的明星，好像唱作俱佳，不是，而是带领大家回到圣徒相通，彼此关怀，学做门徒，传扬福音。所以要像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一样，2-3个人奉主名聚会，这个是一种另类的，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这个大型的教会聚集很重要，但是又要感受到像那种家庭式的聚集。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形式的聚会，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人在家里面，有人在职场，甚至有在咖啡厅，在运动场，都可以因为奉主的名聚集，产生那个属灵的造就、关怀跟激励。我们在疫情这段时间，我们教会也推动了一个 RPG 的祷告小组，哇，很多弟兄姐妹做了很多的见证。因为大家虽然不能见面，但是那种彼此联系的精神，或是那一个感情啊，更深刻。因为人数少，大家的分享就更深入哈。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大型的群体的聚会，是为了一起激励、一起敬拜、一起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又有小型的聚会，我们有小组、有团契啊，彼此更多的关怀、激励跟学习。那就变成说，我们后现代或是疫情后的教会一个责任点。所以牧师在这个疫情过后，我们回到正常的聚集，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很健康，不受影响。那我们有成为一个整全的基督徒。我们在周报里面有报道，我们有4项的一个期待，大家能够你可以用笔注明一下，说你到底有哪一个还没做到了哈。第一个是每周参加主日礼拜，这是一个众人同心合意唱诗歌敬拜神哈。第二个是每周参加1次祷告会。我们在礼拜5，很多参加小组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恩典时刻祷告会，礼拜5晚上的7点50。那我们礼拜天就帮助礼拜5不能来晚上来的，我们可以在礼拜天的早上第1堂，包括第2堂，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活动。所以也许你认为说，反正礼拜才要唱敬拜赞美结束我才进来，其实你是失去了那一段跟神用诗歌敬拜、用祷告跟神连接的时刻，那真的非常可惜哈。那第3个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参加小组跟团契不要
只有大型的聚会。我们教会有2种不同的光谱了。有些人很喜欢小组，哇，大家很熟悉，大家哇站在一起非常的棒啊，连在一起，甚至不想休息了，就是继续聚会。但因为最大型的聚会，好像大家都彼此互动比较少，他就觉得大型的聚会就有点不愿意参加。我觉得这个都是2种都有它的不足，要2种都同时有。那期待我们各小组你不只喜欢你的小组，更喜欢这个大型的同心敬拜的聚会。所以有大型的聚会，有小组的聚会，那这个才完整。最后一个就是参加教会的事工服事了。上个礼拜我们的于琦老师他有做见证那他在的第一个服事就是我们的中保代堂。我们教会如果算一算参加服事的弟兄姐妹至少大概6成到7成啊，就是你至少一项服事，像中保有好几十个、上百个，对不对？那很多地方你可以参与在里面如果你觉得服事好像对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这个力量，因为这个服事是让你成长的机会。当然有时候服事会遇到一些挫折啦，或是遇到一些没办法突破的但是人的生命如果不经过这样，你会觉得一直停顿在那边。但是你突破了，你就成长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在疫情过后，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一回到实体的聚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美好的恩典。我们其实教会再过2-3年就要迎接50周年了。我们期待疫情虽然对我们有影响有损失，但是我们重新再来，就要靠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看见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所赐下的恩典跟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然后一起来祷告。这首诗歌是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很熟的诗歌，我们来坐着来唱。一起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只有在这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再一次。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愿神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学习跟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有几项事情一起来公道。第一个，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的呼召。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本质，我们是因为聚集，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它成为基石，让我们建立教会，成为上帝的居所。
所以缺你缺我都不完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无比的重要。愿你是基石旁边的砖块，还有梁柱，让这个圣殿成为神所爱的圣殿。我们也为自己能够参与委身在教会的一个期待成为整全的基督徒，我们这4项能够参与在里面。第二个，我们为疫情过后弟兄姐妹大家的聚集的热情参与，无论是大型的礼拜或是小组聚会，大家都愿意参与，而且我们身体的健康被神所保护。我们周报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有肉体上的病痛，特别是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或是疫苗所产生的影响，很多人的身体不是很完全，有遇到病痛，特别是有癌细胞的侵扰的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带领他们经过医生美好的诊断，有美好的药物或是治疗，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除去一切不好的细胞的影响。第三个，我们用周报里面我们所提到的，为家人、为所爱的人5项祝福来祷告。第一个，身体的健壮；第二个，事业的兴盛；第三个，心灵的喜乐；第4个，人际家庭关系的美善，以及灵命成熟健壮。我们在周报第6页记下了这一些代祷的事项，我们求神来亲自应许跟成就。我们这个时候开口或是小声一起来做祷告。主啊，父神，感谢你，主啊，愿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喜乐跟我们同在，平安跟我们同在。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彼此聚集，彼此联系，成为神所赐福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激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因为这样不停止聚会，是为了成全上帝的功，上帝的圣殿在我们当中来建起造。主啊，求你也将恩典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有遇到病痛的弟兄姐妹，求你赐下你的医治。我们要宣告你的医治要临到每一位渴求仰望你的人。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领受到从上帝来的应许跟祝福。我们有真理的健康，有事业的兴盛，心灵的喜乐，人际关系的美善，以及信仰的成熟。感谢赞美你，谢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位主你的百姓在你面前开口或是低声所祈求的，主啊，你亲自听见他们祈求的声音，一起来成全应许他们的祷告。神啊，我们确信你应许我们2、3人同心聚会，你就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勇敢的宣告你的恩典、你的真理、你的圣灵的保守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也要宣告主，你应许你的医治、你的释放、你的保守跟平安，也要临到每一位诚心渴慕亲近你的人。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受鞭伤，我们就必得医治；是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神啊，愿这5项的祝福恩典满满应许在每一位渴求主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事业跟工作的顺利跟兴盛，赐给我们心灵的喜乐跟平安。主啊，让我们有人际跟家庭关系的美好，特别是在灵命、信仰更成熟健壮。主啊，这5项的祝福，5重的祝福，主啊，我们渴求你，我们恳求你赐下来，赐下在每一位在主面前同心祷告的弟兄姐妹身上，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奉主名来宣告，你的恩典要跟每一位同在。感谢赞美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请诗会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请，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佛所书3章21节。我们现在来报告。请大家看周报的第2页。下礼拜的主礼是夏文学牧师，那其他的服事同工，请我们大家留意。第3页是我们的聚会出席跟讯息，请大家自己来看。第4页肢体交通。第1项，今天是台南家庭协谈中心事工主日协谈中心是台南中会所成立的事工，请弟兄姐妹来继续为这个事工来关心代祷。我们会在本会一起做拨款、做奉献。如果兄姐有特别感动要奉献的，请自行填写奉献袋。第2项，中保代祷事工在5月到8月中岛服事，欢迎。中保代祷服事，欢迎兄姐报名参加。截止日期是4月30号，5月7日中保同工会进行祝福差派礼。第3项，总会在第68届通常会议会已经在上星期在台北召开。我们请为这些服事的同工来一起线上祷告。我们的教会同工有夏牧师、谢牧师以及龚硕文医师，请我们一起来为总会事工的推动顺利一起祷告。第4点，本会祷告会事工跟各项聚会的邀请刚刚牧师在讲道中已经有特别为我们做说明，请弟兄姐妹们自己在我们的灵修当中，我们线上祷告也特别参加教会的祷告，以及牧师在这边所提出的这些提醒我们做好的回应。第5点，丧礼的关怀。本会蔡慧茹姐妹的父亲蔡坤昌先生在4月16日安息别世，享寿71岁，并在4月26日星期3上午9点20在家中举行告别式。慧茹姐妹的娘家尚未信主，我们特别请弟兄姐妹们为这个家庭来祷告，求主亲自的保守以及安慰。第6项其他消息的报告。第1点，下主日是我们医治祷告的时间，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准备来做医治的祷告。第4项，婚礼的喜讯。之前在我们教会实习的刘培慈神学生跟昆山教会蔡约信传道，在今天下午2点半在大观教会举行婚礼，我们恭喜他们，也欢迎兄姐们参加观礼以及祝福。门徒培育事工以及研习会的消息，请我们大家来留意。牧区消息的部分，松年团契在下周4月29日聚会暂停一次。
主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有背经活动，请我们的家长们特别的关心，也陪伴我们的孩子一同来背上帝的话语。关怀代祷事项的部分，也请我们大家按着这些事项，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代祷。总会跟宗会的消息的部分，我们请看第1点的第3项。台北中会3支教会定在4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举行胡廷恩传道封牧暨就任第4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那廷恩传道之前也在我们的教会聚会过，请我们大家特别为他来代祷关心。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来做介绍，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了哈。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好几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第一位是林世昌弟兄，还有林雨婷小姐，我们欢迎他们2位，欢迎哈。欢迎你们哈。好世昌呢，他是我们Coco 姐妹2姐的儿子，所以是你的外甥，对不对？好我们的雨婷是世昌的女朋友哦。今天好像世昌从高雄来，对不对？很高兴你常常来哈。好，欢迎你们，拍手，谢谢。再来就是我们有这几位新朋友，就是这个叫傅仁琴姐妹，还有她小孩叫陈以诺。仁琴姐妹在哪边？来，欢迎你。小朋友以诺哈。欢迎，来送你小礼物。他们是住在茄定高雄茄定。好，请坐。她是我们教会我们云秀姐在哪边？好，在那边举手哈，云秀姐哈。云秀姐她去年年底因为有车祸受伤，一直在静养当中哈。今天看到她来到教会，还有跟她的好朋友一起来哈。感谢主哈，她的健康，我们为他祷告，他能够恢复健康继续在教会服侍哈。也求主带领他们后续的工作了哈。等一下我们那个尹秀杰呢，我们那个荣天长老就总务处哈，总务部的部分，等下礼拜结束可以跟你谈一下哈，跟你讲一下后来的情况。我们在礼拜结束的时候，好，那牧师再做1-2点补充哈就可以。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中保代祷的征求同工哈。那我们在今天的那个信仰见证哈，生活见证里面有看了于琦老师他的见证，他的第一项服事哈就是中保代祷。那我们可以看他的见证哈，蛮生活化，很棒哈。那我期待如果你还没有参与的，勇敢，1个礼拜才1个小时嘛，在祷告室里面跟神亲近，为很多写祷告卡的人祷告，我相信你会自己领受非常的多哈。欢迎大家来报名，下个礼拜结束哈。另外还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做礼拜仍然建议戴口罩啦，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健康、你的抵抗力没问题，你不戴，教会也不会勉强哈。大家可以很自由、很轻松的。那再来就是我们报了好几个礼拜，就是在2月份我们圣餐的时候，曾经为土耳其的赈灾来奉献哈。总会很热心的就寄来了纪念口罩，有总会 logo 的口罩要送给奉献者。我们已经报了好几个礼拜，可能如果你还没有去领，你就去办公室跟他说，我有名单在里面，我要领这个做纪念。如果下礼拜你还没有去领，那可能认为说你不需要了，或者说你觉得家里口罩太多了，不用了，那我们就会收回来做其他的用途哈。所以下礼拜以前，请大家记得去领这个口罩，有奉献的哈。那其他牧师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圣歌队这个礼拜6就是29号要举办一个研习会要邀请这个歌唱家我们的王乔怡老师来指导。如果你对唱歌或是圣乐有兴趣，欢迎你来报名哈。那一次的训练呢，隔天就是4月30号的礼拜要献诗，你可以参与在里面哈。如果你这个时间允许，欢迎来报名哈。
那另外我们有理财有道的课程，还继续招生当中，还有我们哀伤陪伴，我们每一期都一直持续在开课啊，欢迎大家鼓励好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哈。现在有时候都用做线上的，很方便哦哈。好，那很高兴哈，我们牧师今天看到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的哈。我们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在奉献的时候哈，刚好有那个幼先这个幼安姐妹跟她的孩子叫做以乐她弹钢琴她儿子拉小提琴那个服饰的画面很棒。那我们第二堂也有一个非常棒的画面，我们的诗会是邱怡老师，她的女儿逸璇来弹钢琴这个服饰真的太棒了，我们期待我们全家都有人参与服饰，好不好？用这样来祝福大家。好，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颂咏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诗歌后，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